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直贡阿达非遗传承人梅朵，将从牛奶中熬制而成的阿达手艺，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四海八方，让这方土地数千年神奇的秘方借壳重生，实现了古老文化与经济的联通。梅朵带着村民们，计划着新的一年，正走在希望的大路上。敬请收看本期《西藏诱惑》墨竹工卡时事庄。阳光攀登过米拉山，给雪山浇上一半酥油。在数千年仰望与求索中，这里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趁他还没抬头就埋下头忙碌。此时，梅朵就悄然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美丽的天气，牦牛低语，人与万物竞相焕发生机。山路险峻，梅朵走访需要换乘牧民的车上山。墨竹工卡县平均海拔4200米，交通不易。诗人王新建曾来到这里，留下“墨竹原在最高峰”的感叹。辗转2辆车，一山转过另一山，梅朵这才来到了牧民家。但영밥 다 소환도 등속 간제능한 당자? 다 영밥도 소환도 여보는 가마도 자신나. 당장 다 샤마와 두도 상마 톰레 가나야. 근데 총줄로 시도로. 어리. 네. 소환도 된다냐. 강에메 들이 여보는 배마지다 다른 무튼. 근데 톰레도 효과 잡아도다라는 데 로바. 오늘 저와 얘기 대본로. 리. 됐으면 오늘 가서 좀 받는데. 어리. 다 드는가 와냐 온 거 좋으라대. 그래서 엄마 좋아서가 당한 좀 낙자다디 메모서야 그 엄마냐. 나도 샤통지 때 엄마랑 로. 리. 다 지금부터 냐마에는 로충아 망고저 건 록레싱게 뇽루뇽루리 노원 록베 용밥데 메디와라. 지저주다 깔레 참보시 용밥데가 메비시. 네 로충아 망고저 마 총기난도와 마 메레간 로야다 텐제가 삼노 장장미요 록베게 티바 준지시제 록레시야 탈야 가히 메비시. 안적 록베 용밥가라 펜도다 튼조 두와라 로충에네 팅자 록레시야다 튼조라 펜도노. 당한 저 단도 톰제토로 당야간라 저 계급라야 이내레 저 텐제년산 저 휴 잡죠시로 저 문조나 호다바다 톰제간 텐제 당야간래 안 배종 당야마나 텐제 호다바다 시에로 단도 무퇴네 배종 호다바다 시。梅朵和牧民谈论着近年来牧民的生活。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不愿意留下做农活，但是好在有政府的帮助。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梅朵听着牧民的心里话，想要把阿达传播出去的初心更加坚定，绝不能辜负这个美好的新时代。每天，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干劲投入工作。俺做我们打这些。俺做我们两周。是。念吧，先看看。尝试这样多，他从他这他挂刀是什么呢？去他呢，别修是吧？他去。拉过他，你那拉过他，你那拉过他。看哪这他是？哎，哪的吧？那可以不下雨。那时候看这小酒，小酒这样是有，刚才就是你配啊，
감 탐제 풀이야 돼. 롱배 풀이야 우리. 어디 공가 감 탐제 풀이야. 혀좀 힘에. 어디? 女主人轻轻走进牛栏，她手法熟练地挤奶，牛奶如丝般滑落，映衬着阳光的温柔。受益于自然环境的纯净无瑕，绿草如茵，清水潺潺，为奶牛提供了最天然的滋养。每一滴牛奶都凝聚了大自然的馈赠，满载着健康与生命的活力。 你这修干，他今年我们娘，你这个小妹娘，那切的那小公主，切，那是，现在家这个那什么，你这俺我嫌不着那是，我就拿了嫌着难的，行，小家啊这个，我这样个洗的没了，我在他，我拿那样子，我今天嫌着那啊。 告诉你们的心了，谢别是，然后在，干嘛发啤酒的人？哟，那我有心，我去。梅朵也加入了挤奶的行列。她虽然手法生疏，但眼神中透露出的认真却丝毫不减。她轻轻抚摸着奶牛，与它们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默契。在这里，每一头牛不仅是生产者，更是家庭的一员。 妈妈骑，就吵架那样啊，就是那种。啊，那是干什么？好动，好动。我到晚呀，不是那是能到么？还是去了没修？有。哎，我把去修啊，你不拿把手，不拿搞多个。有啊行。有。俺就只管安定我那些位呢，俺呢没了当家个六九点吧，提醒个俺的呢，只管安定经济吧，或等这钱，等这算账俺做年买呢，他叔叔拍卖杨梅呢，姐姐俺呢，叔叔拍卖呢，我都是嘛，所以这对上吧都是600数的呀，等这些是吧，叔叔哪里呀数的呀，等这些，俺有300啊些，我有300个呢。制作阿达的过程简单而淳朴，熬制过程长达6、7个小时。 从火候到熬煮、分离奶渣，都需要高度的专注和耐心。有时候刚挤完牛奶，梅朵就抓紧开始了这个漫长的过程。他让我们撒把地的嘛，按照随便给，就这么几个肉怎么的嘛，这水先嘛到等着是，水呀等着打不打等着要嘛的了，可得随便就这么的推出一年来忙不些几，比如当。 这lamsa的这所呀的这有嘛的，他的所谓叫什么呢？老白的起码就些猪有当在点我这，买那几个给买当过呀，俺呢买的茶嘛茶呀，长嘛茶吧，大的是点过呀，都是猪当给，俺那没都是没当给些嘛多，他天天谈到俺做，你为的俺做说真了怕亲戚，俺呢皮给了呀，第10个的。 结束了阿达制作的第1个步骤，梅朵和牧民一家挥别，马不停蹄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农忙有时令，阿达也有自己的鼓点，他响彻在像梅朵一样怀揣梦想的人心中，催促着他们前行，追逐着飘往群山外的云彩，灿烂而热烈。好呀，那么。 那么些长啊，就是土了土那看嘛去。哟，拜拜，是。啊，接啥？阿达面膜诞生在这里，但阿达的手艺却是传承已久。跃动的炉火，晚间的油灯，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孩子们帮着母亲往炉火里添牛粪。 扶着装酥油的容器，那阿达的身影种在了一代又一代心中，早已融铸为一种文化。此时，教授给后辈阿达手艺的梅朵，心中也常常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俺做拍卖杨梅呢，前嘛下回给他没有谈白数据人呢。
ane melo tongra ge lukyu ne ba ta nga chunju ga du dang zu mo che ane su su ama che de ge ga ma su a de ngo zu chunju ro de nyam ba che da shiri da tan da na kin be o sa ya ma go de gu je de du ja kwa ki je mi ge ji je de ja kwa shiri sa go yu se be se du ji re sa de him bur ja ro nga nga ma ra shi gyu gyu ra shi nga gyu si si ra ji ane nga zu gen be nge pa mi yang me na ma ma gyu she ane ame nga la ma do so so da da de ge cha zan la ta an ye ma chung la ma la 아 균 총세시 배드 미럽네 미럽마 내 토바시 고르와데 안종 겐저바 다시 주 배드 코레 망고 힙지라 간다니만 간전져서 다 디체제 되어 그러와 깔래시 보르고 간좀내 곰르기로와 시에미쇼 당고도 와는 니만 강관 나지리 깨전 나지리 락반 나지리 깔래 오르고 아니 팅도다 숭지체 망조 그 용법이네 레베미스베 펜도 샴보로와 아 다른 건조 시에브 나지리 장안做我们有那同在苏家冲着刚当头的俺这边用不对他挺上俺这边当年忙着这个事那个是说呢杨他不听这里俺那苏军个同做了那家表的是的百米是为要不弄啊他这说咱俺做了学家吧阿达的手艺并不是一学就会，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练得手感，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刺鼻的烟味，其间的辛劳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然，这些苦和累往往会让后萌生想要退缩的心情。肚子来，这么大，这是多大？这些啊，过了八个球了。这些是，这些。啊，这里面的差不多没钱嘛，咱们这已经是做别个的。每次当兵呢，可女娃的同志刚刚打电话嘛，可说对已经明星的，的新巴拉谁呀的啦，你主要个已经没去提当过了的。啊，那兵多啊，多的，那过去这一通都来得及用不用的。别的年数前面的足讲讲当些电过了个，那电现在可年数加不些过足些，没当些下现在可测的去了哇，伢们那路伢们那测的这些的去了，可测是那样女娃的多嘛。这猪也不是东东啊，你毛啥吃送？行，他看什么？他看那两个做没有下边个人那同志，没你们看比些，人不老是小过的。哟，你牙齿，那个做你们都穿的少，是吧？梅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如今的她已经不是个稚嫩的孩子。而是个独当一面、从牧民转战商人的女强人。阿达传承这件事，她是无论如何也会坚持下去。我这下动啊，俺做穿都进去就错。提前打两天那么过来看书。안에 안조 안다 소비가 요즘 나로래 나 깔래네 베미시베 첨부 요래 이내래 당 안조 지금 안다데나 녀르네 녀르 마데와 안제주에네 딩조 체로다 안에 첨라이네 갸체로 다 단당 안조 첨라데 지저다 차외간에 손게 되는데 차로로 안조 빼샤하나 등산 망잔 다게 간에 손야라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变动不居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团结一心的一群人。梅朵创业最开始，他就告诉大家，开一个公司也是需要大家的团结，把劲往一处使。深谙此道的梅朵，明白和员工共进退、携手并进的重要性。他前那零个那么个挣钱了，开始那么太多学姐的那么，运转经验就学过三重啊，你需要给投资的群的穷嘛说，他谈到俺做职工俺得给，西点那个出亚的那么。 죽긴다라 랭게 남발이야 냠주 죽긴다라 먼저야 님의 길을 죽도 잠바 차라지 겹제 죽으르달라 두세 학배 죽토다 님의 측토다 에 와, 진짜 있는 건다 미 걸어요로 주셔네요 요래라. 미를 시우 핑계리.
梅朵作为指控安达的传承人，从小就和阿达结下不解之缘。过去的老一辈靠一双手养活全家，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不仅出工慢，而且得不到传播。如今，梅朵却用说话的功夫就能大销特销，一件就能把阿达投递到天南海北。究竟是什么契机使梅朵走上了从商之路？一切还要从一个小小的瓶子说起。anh thằng ta sĩ tâm chuyên chuyên cái nào là lũ xe sáng mà lò phá anh ấy giờว่าsẽ anh ta chỉ là nhắm đó là都是这些anh ấy giờ就về bên mình sẽ về顶着的anh ấy chỉ cả hiện全部实际都是 top 住了顶着说着anh ấy说里呢开来的我是做个个anh ấy开始的什么就呢来记记anh ấy说开来的做不赢谈的苦苦上不得了点起。日落西头，梅朵和伙伴们转眼就忙到了晚上，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但一见阿达的赶考才刚刚开始。车间工人们包装，把阿达送往五湖四海各地人民的手中。工厂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收益，也使阿达翻山越海，终于飘向了山的那边。俺这俺的地南的茶也不是叫俺地南的路茶是呢，俺的呢西东南的路。啊，西东南的路茶是呢，kap就也不是叫，kap就也不是叫茶是呢，你皮个，小工皮个南的路，而且小工的电子的，小工皮个南路，你皮个南路茶是呢，你给小南路，你给小南路茶是呢，你开也不是叫，开茶茶是呢，的那么路南单，你都是差不多了，统计的差不多。다 뒤틀은 아주 틈지 겹차베게 아니 통제들이 도고 아니 단다디 도스 틈지 겹차스는 아주 샹즈 다스는 아니 선이 쇼게 로고다 너주 아니 라스 어디게 려구야 인라 근데 리다 한다 목제세 대다 로베게 통공다 제도 파고 제다 다르네 다 롱어 동자 그 lokjun tempe ke ta anda mukse su ke ta junse shengen aja medo la re tene ta monzo cherda shena ta roba ran rogle ran la ten che sowa che yo re ada aja medo ke che shebrsen ta lori ke ujo tende le ya chamte che che komo ta chegdon tete mere re le tende chamte che che ta korang ke kongse de zog ne ti tende ke te che ge re 아니 당게 안다 스웨 규림 나로라 녜다 하르로라 스스 장식 스라 체제 안다 스야기 규림 딜다 나레 하르로라 코스나 서마가 통조와 아니 이네레 다 아자가 롭스다 디게 게다 스스피기 나로레 티엔체 아니 신에 안다 스디즈마 칼레 같이 미 신에 신 아니 아주 뒤로 사베 보고 중원에 셰위나 아주 밀로 동타기 루기 템베게 벽에 링네고 시지고 뭐 딜랑 아주 벽미리게 보고게 콜라 신지 마셰위나 아니 미시메 신이요 말와 제가 가지고 원게에다 긴지딩 가지고 봉배가데 케제 코 신지야고 치고미딩 가지고 원게지 一如月光下的高原，一抹淡淡沉静且坚毅的气质，默默努力着的梅朵，又执着地守护了一天的阿达。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梅朵不局限于只是做阿达面膜，于是她又玩起了新花样，带头研发了一款阿达墨水，它闻起来甘香，写起来丝滑，好像时间又回到了那段家家堂古诗，岁岁赛今朝的历史。这是这是嘞，这是啥？要不？那是干了了。要不？了，他去干。也是的。那是干了了。那做干了谈的的，那个是收不着了，朋友干的。你干了要特地看这有没有做的是哪着是吧？有，那么的就말해。那是一多卡不多的，要不？那是干。有。
di nganzu ta lukyo chena melo tongda ga lukyo yorwa. Ani nganzu thanda sarto cheji ani shugu ta chanshin khari kan thia thine thia yongyo de chebi gala. An thari gela ge kusiti kandya yumi ji. So that's not. Ya. Nana. Ya.你输出这个来做这些。那是。对，你那今天那是什么说？那是个了，在底下，那这要多。那是个了。就不多。那是个了。那这个是你们那个，可能俺就地方破不烂个是吧？是个了。他的。你妈没都开完门不都他的介绍的？他在介绍的。要啥多？那这边吃东西不多。那是个了，老头去。他那是要多，但你这里地个的介绍。头去那个了，俺做谈的天嘛给那个那在也不多送，俺天天给那一个也不是几天那是，头去那个了，俺俺做谈的那做的，俺做俺的那些个路九有种有外嘛子，俺确实呢到了出亚个出这的，俺确实性呢谈的一个车个那。大家呢也谈的的大最主啥子的？类似个了，头去那个了，头去。时事庄，时事庄。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事流行无远近，腮部施朱面无粉，这是白居易诗中传遍盛唐的妆面。梅朵想要传播阿达文化的愿望，得到了来自过去的回响。星星般散落的村庄又迎来了晨光，新的一天回到工坊，梅朵继续直播，向大家展示阿达产品。纵使辛苦，梅朵从不抱怨。工坊里留下了梅朵许多回忆，有喜悦，也有心酸。在这里，她往往是一个到来，最后一个离去。一开始，梅朵对直播非常害羞，她不知道如何面对镜头，如何与观众互动。然而，她并没有放弃，开始努力学习。他趁休息时间观看学习其他的直播间，一点点进步。最终，梅朵她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用她的真诚和热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随着梅朵的公司不断发展，责任也就越大。作为阿达传人，要直播卖货。作为政协委员，要调解村民纠纷，他也遇到过困难，只是他从不言弃。梅朵用自己的温暖和坚韧，给一个个小家带来了力量。对的，俺做没这了，什么这我说，天对没事做个俺做重村的了呀。偏别个忙吧了呀，偏见当然那的忙做个拥抱干嘞，那的这个干了呀，特别这了点那女娃牙个痛，那群做没得什么热羞羞的，他那谈这个刚刚下羞的记忆名给他了，热羞羞的。梅朵对家乡的热爱，如同她对生活的热爱一样深沉。从小到大，她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见证了村庄的点滴变化。她熟悉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都承载着她的回忆和情感。梅朵记得，小时候她喜欢在阳光下奔跑，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喜欢看着村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也喜欢想象着自己和这片土地未来更好的模样。随着长大，村庄的生活逐渐变得更好。道路被修整得平坦宽敞，房屋也变得更加坚固美观。梅朵看着这些变化，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现在，梅朵也想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如今，她通过创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向全国各地的观众展示家乡的美丽风景和丰富物产，让更多的人
了解自己最骄傲的一切。啊，红贝，你拿这个给我。好是，这啊，好是，提起来第一个啊，老郑好大把的写下啊。呀，你长在牛肚的，对，也不能哎，也不弄，搞着呗，搞着呗，呀呀，呀，你一个钱拿着开到到着，看住哪个我没数下来拿着这个，好说，好说，听哪了，还真是弄得拿着。呀，下龙啊，呀，下连啊，对呀龙，哦是的，那不是打我，不是弄我，哦，去个老正好打不打洗脚啊？我也是，我嘛懂嘛。好是打你俩这嘛提啊？啊嘛，有个听到的这提送的，他你吃几的？啊嘛，不过那3年这样子吃是看我们生大的。他这男的了，他这里哦，盘子紧的，然后就不像，去个的呢，娘看也是那玩啥？但是我啥这个？哦，有，有还是接不下？有，他那接不下。日复一日，梅朵和伙伴们一直行走在传播阿达文化的路上。他心里因为装载着梦想，所以每一天梅朵都珍惜当下，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你看这个。但是说你们这边泡沫精呢，你刚刚预备김장精呢呀，salon切切，谈到开来几个个这茶呀，给举什么拿了了呀？你这个北面是为刚刚呢来忙不出头去，你今年变做个刚刚，你呢说穷都拉不着牛面子，你这那个头呢刚刚，你这变做大这那个头呢刚刚有多少吧？你公司是批给单。你北面是为刚刚，听着说咱你那来说刚刚开出车位那来，把马兄把没推荐，你轮流去，说老郑好大把他去，马在谈到马我把来老郑好大把他去去，你说老把他去呗，那你这公司批给单呀个刚来那来碰到了哇，提醒个说先别个，现在忙不着，你说重做忙着了嘛，你马拉边，我听这刚来呀，你什么有？你晓得你没吃到什么肉吗？个？您这么说啊？说你当时大刚写没嘛别的，您叫我写的这个，等下我来牙齿去看这里。一湖一寺一沟间，村民们在雪水浇过的土地上，跳着1000年前的舞。在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中，无数个像梅朵一样的新时代青年，在青山白云间传递理想。呀啦，那拉起为穷西哟，前头总得你啦，那拉穷西哟，牛西可加拉马东，那拉起为穷西哟，前头总得你啦，那拉穷西哟，牛西可加拉马东。一次艰难的文艺编排创作，一场紧急的晚会演出任务，一群热爱文化传承的演员们，他们将发挥怎样的创造力？又将打造出什么样的特色节目？演出任务真的会顺利完成吗？敬请收看下期《西藏诱惑》文艺保卫战。